Honor Magic V3 全球最薄 9.2mm 摺疊屏手機。哇，有冇咁犀利啊？手機梗係要防水啦，實測下跌落水係唔係都可以先？果然係有 IPX8 級防水，可以喺2.5米水深提供30分鐘抗水保護。Honor Magic V3 機身摺疊時及展開嘅厚度分別只有 9.2mm 及 4.35mm， 係目前最薄嘅摺機啊！想影到臨風咁挫嘅靚仔相，就梗係要用 Studio Hardcourt 功能啦。Hardcourt 功能有3種人像風格：經典、質感、生動，仲可以根據喜好或者情況揀，想幾挫有幾挫啦。而佢嘅鏡頭分別有5000萬像素廣角、4000萬像素超廣角同埋5000萬像素潛望式長焦鏡頭，影出嚟嘅相更加高清、更加廣闊啦！大家都快啲一齊體驗 Honor 魔法啦！